簡簡單單，香香甜甜。450g 嘅雞翼件，每面切2刀，1湯匙味淋，1茶匙鹽，1/4茶匙薑粉，攪勻，醃半個鐘頭。攪勻2湯匙檸檬汁同埋2湯匙蜜糖做呢個檸檬醬。將醃好嘅雞翼放入氣炸籃，掃上一半嘅檸檬醬，360度華氏，即係攝氏嘅180度，氣炸7分鐘。取出反一反，掃上餘下嘅檸檬醬，360度華氏，即係攝氏180度，再氣炸7分鐘。灑上呢個烤熟嘅白芝麻就可以上桌啦。